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。大家平安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也要全心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唱这首歌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。都是新的，新旧新替代，每天要思想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。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替代，每天要思想。心地很高，心地很重。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心地是将要成就，心地恩典，心地盼望。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。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替代，每天要思想。心地是将要成就，心地很高，心地很重。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心地是将要成就，心地恩典，心地盼望。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心地是将要成就，心地很高，心地很重。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心地是将要成就，心地恩典，心地盼望。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主，我们要放下一切，来到你面前。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，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，主我来到你是更多缺。放下一切忧伤和
紧抓住你唯一的主。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。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。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。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。放下一切忧伤的羞愧，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，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。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，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，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。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。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。盼望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。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。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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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下自己，来到你座前，圣灵降下，平静我的心，在你爱里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，与自己分离，与我更靠近，相遇基督里。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，全心交给你，献上这心灵，诚实敬拜，在你同在里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，在你脚前哭泣，跟随你心意，我愿意。重新的生命，与自己分离，与我更靠近，相遇基督里。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，全心交给你，献上这心灵，诚实敬拜，在你同在里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。在你脚前哭泣，跟随你心意，我愿意。是吧？我们要把所有的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，我们把全部的自己都交在你的手里。只有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是我们永远唯一的上帝。
交给你，全心交给你，献上这心灵，诚实敬拜，在你同在里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，在你脚前哭泣，跟随你心意，我愿意。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，全心交给你，献上这心灵，诚实敬拜，在你同在里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，在你脚前哭泣，你的话语是我生命，跟随你心意，我愿意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无论在我们欢笑或哭泣的时候，你都用你的爱包围着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得以平静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全心、全人都交给你，献上我们的心灵，紧紧地跟随你。还是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我们尽情奉献。我们一起同心做奉献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一切都变新。过去1年中，谢谢你为我们生活带来的一切，这些美好或艰难的时刻，都提醒我们必须每天依靠你。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度过新年的每一步，求你引导我们的决定，并转而深深地渴望你，使我们能超越一切。求你打开我们所需要的门，并关闭那些阻碍的门。求你帮助我们先来寻求你的面，渴望将你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超越每一个梦想。呼求你的智慧、力量和权柄，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。你使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坚强而勇敢，超出我们所求所想。求你使用我们的一生，使人能因着我们的生命被你吸引。我也呼求你，使我们远离诱惑和陷阱。当我们需要奔跑远离罪恶时，你会在耳边低声细语；当我们需要坚定立场时，你的灵会在心中提醒我们。求你保护我们的家人和朋友，
以你大人的双手遮盖我们，使我们远离敌人邪恶的意图。以你是我们周围的围墙，我们在你手中显得安全。我们呼求你赐予你的儿女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明了你的心意，倾听你的声音，了解你的方式。求你坚定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赐予我们超自然的忍耐力，不偏离左右，且不被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。主啊，求你原谅我们，因为埋头苦干工作时远离圣灵，独自行事而忘记对你的需要。原谅我们任凭恐惧和忧虑控制我们的思想，使自尊和自私的想法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破坏。原谅我们不遵循你的方式，不听从你的指示，但求你在今年的一年中更新我们，翻转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生命。你的话语要真实的时刻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专注在纯全正直的事上。当魔鬼试图以欺骗、谎言控告我们时，我们确信你话语的威严能胜过敌人，你的计划永不失败。在你的反领下，我们有平安。凡是依靠你的，我们必不致动摇。你使我们的眼目明亮，求你指引我们的道路，求你供应我们日常的需求。你的祝福要临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你赐给我们的金钱，求主你悦纳。我们要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教会消息。今天这个主日是退休牧师、传道师奉献主日，我们感谢郑宪仁牧师今天要为我们带来勉励的信息。愿主继续赐福保守郑牧师的家庭。我们也要为退休牧师、传道师继续的关心、代祷、奉献。那今天我们知美牧师不在教会，他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团契会长干部就任。那1月9号，再来1月12号到16号，我们的义节牧师要返乡省亲，求主保守那个义节牧师出入平安。再是各部各团契，请将我们去年2023年度决算账册，我们在下礼拜前1月14号交给干事，以利查账委员查账，并于1月21号前，把去年度2023年事工报告及2024年事工计划及预算交给干事，因为要合会手册的编印。那再来1月28号全教会大扫除，我们要把这些圣诞布置装饰，我们要把它卸下，所以请各团契预留时间协助各区域整理。那再来是我们恭喜我们今天的新娘子还没到，我们恭喜婉柔姐妹跟燕婷在昨天在教会完成了结婚礼拜，愿主继续保守他们在神所赐的婚姻里与主同行。好，以上报告。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有新朋友嘉轩的好朋友，来欢迎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佳慧，对不起，佳慧，嘉轩后面。好，佳慧，还有没有新朋友？好，那我们看到多多很久没有来一起跟我们做礼拜了，今天看到你打鼓也很有精神，很棒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我们再来，我们来看圣经，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教导，在箴言20章29节。上帝的话记载在箴言20章29节：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。来，第二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17到18节。希伯来书13章17节到18节。
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。若忧愁，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今天郑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善待牧者迎新年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郑牧师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老实讲，新年第一个礼拜来做礼拜，周报里面有看到奉献袋，第一个反应又要来募款了，又要来收钱了。其实每年的12月第3个主日，每年12月第3个主日叫做退休传道者的奉献主日。王牧师本来我们预定的时间是去年最后一个礼拜，12月31日。后来因为他担任李春生纪念礼拜堂，可能今天早上要到那边主持新年的团契的就任，所以说改成今年第一个主日。不管是12月最后一个主日，或是新年第一个主日，这种关怀退休传道者的主日，排在这个时间点，真的很不恰合。假如12月第3个礼拜，一定会碰到圣诞节的前后。所谓圣诞节的前后，我们教会是很忙碌，而且大家都为圣诞节感恩奉献，甚至基督徒会说，一年里面12个月作为献了呢，所以钱已经全部奉献完了，没钱了，没钱了，你来募捐募款，募不到钱，募不到钱，又排到最后一个主日，真的募款会很差。你改成第一个主日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新年刚刚开始，薪水还没有领到啊。因为有的教会、有的机关是10号领薪水，所以没钱呐。反正年尾年头都一样了。所以这种募捐主日或是这种来募款，时间点不大对。所以每年这个12月排这个关怀退休传道者。这种纪念主日有意义，真的有意义，非常有意义。以前在这里牧会一世人牧会很久的老牧者已经退休了。这种我们时间点关怀纪念他们，真的不错。但是马马虎虎了，现在了，随便了募款的单位，有时候我们做一个会友。感动好了，100块了，500了，1000了。老实讲要丢2000块进去，真的很不简单。你的口袋里面要装一个2000块的纸币，老实讲，真的不可能。所以这种募款时间点不大对，可能也募款的金额也不多。几乎是马马虎虎了，随便应付一下。但是如何善待牧者，甚至已退休的牧师，是不是用同理心来看待？我们有一句话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，新的年开始，我们会增加1岁，又长1岁。我今年是满
75岁进入76岁。长老会的规定，牧师满70岁要退休。政府的机关单位可能是65岁，在座的可能没有超过50岁的举手，没有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50岁是人生。我请问一下，50岁，你说再给我一半，几岁？75岁，再给我50岁，你要100岁。现在不管怎样，90岁的年龄好像很平常，健康一点的话可以活到90岁、100岁，但是一般的年龄，圣经上给我们讲，人的一般的年龄就是70岁，假如到80岁是强壮健康。所以，一个牧者在教会牧会，他的一生几年不管，但是到了70年，他的年龄届龄退休。退休了，你怎样去善待这些老牧者，或是去纪念这些曾经在我们教会牧会的这些牧者？我们都会老，都会退休。对你们来讲，可能说：“哎呦，好长哦！我现在才几岁，退休那个很久。”我那天碰到一个会友，他给我讲：“牧师，我终于领到 BBB， 我听不懂，我什么 BBB 啊？我有敬老卡，敬老卡表示他满65岁，要满哦，你65岁不行哦，我们那种规定是要满65岁那天开始才算你有老人卡，你有敬老卡，那意思讲。”我们都会走这条路，年龄会增加，但是不要忘记信仰也要增加。现在刚才看到我们华语礼拜开始，这些同工这些年轻人敬拜团，在一些唱歌，新的一年开始，全新的你，全心仰望前面新的这个道路，前面上帝继续保守我们。前面的道路，所以我们都会老。今天我们在纪念这些退休的传道者，他们的身心灵，他们已经在第一线结束他们退休。我们怎样善待这些老牧者？总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1993年，意思说差不多30年前。今年是2024，所以30年前以前，总会开始有传福会的制度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老牧者退休以后，他有一个退休金的，以前没有了，以前真的没有。1993年以前退休了没有这个福利。我们现在的政府好像你劳工劳保你退休有劳保的退休金，农夫退休有农保的退休金，公务人员也应该有退休金。那这些牧者，他结束他届龄70岁退休，他有他的传福会的制度，他有退休金。其实他的退休金是每年规定，每年要缴1个月的薪水。你1个月的薪水要给传福会，传福会就给你存在那边。你有10年，你领10年的退休金；你有15年，你领15年；你有20年，你领20年。这种叫做退休制度。在新约提摩太前书第5章，保罗曾经给年轻的传道者提摩太，他讲一句话：不要责备老人。要劝他们，就尊敬他们，好像你的父亲。怎样？你要看待这些前辈、这些长者，你要尊敬他们为你的父亲。
我们的台语里面有一句话，老人，我们常常会多一个字，这个字对年纪大的人听得非常不高兴。台湾话讲老灰啊，为什么要加一个会？那个会就是没有用了，已经没有用了。老灰啊，老人就老人啊，你就加一个老灰啊，所以这个就变成表示到你已经没有用了，你已经没用了，所以很禁忌。我们教会长老教会的里面的团契，我们绝对不会有一个教会的团契有老人团契，不会有，绝对不会有老人团契。你有青年团契，你有壮年团契，你有主日节，你有社区，你有妇女团契，你绝对不会有老人团契。但是我们普通把老人团契称为什么？松年团契。松年好听多了啦。老人团契，这个“老”字一听下去就已经多了好多岁了，然后再加一个台语“老灰”啊，好没有用哦，已经会掉了啦。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所以我们对长辈，特别在这种关心退休传道者的组织里面，我们怎样善待这些牧者、长辈，来迎接新的一年、新的开始。第一个，刚才我们读到的箴言第20章29节，存敬畏的心。刚才的圣经节里面讲，白头发就是白头发是老人的体面面子啊。台湾话讲白他们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你们这种年纪，特别是女生啊，镜子一照下去，一根哦，一根要赶快把它拔掉。为什么？有一根白头发就拔掉，很痛呢。要把那一根白头发抓掉，哎呦，好痛哦！假如你满头白头发，你怎么拔？理掉就光头了，理掉。所以白头发，圣经怎么讲？白头发，白他们是老大人的体面，就是你白头发很有体面的，是你的尊荣啊！有白头发表示你有年纪了，要尊敬他，这是长者。所以一位牧者在宗会或者在教会、在教界里面牧会30年、40年，你结束了你的一生，你届龄了，你退休了，我们要尊敬他。在那个职场里面，他有30年、40年，甚至他一辈子就在那一个教会。我们有这种牧者，他一毕业派到一个教会，到他退休70岁，也是在那个教会，就只有一间，他就牧会一间教会，那至少超过40年以上，40年以上。所以这种老牧者，一世人就贡献在那个教会。不管怎样，在台北中会已经有这个制度，你在中会里面退休的牧者，你一定会被表扬，在中会的感恩礼拜里面，你退休，他会送你一个匾额，永远北中人。所以我们会开玩笑说，请问一下，拿那一个匾额写永远北中人，到上帝那边报道，然后给上帝讲，我是永远北中人，我有服侍长老教会这个匾额是可不可以给我天堂的方式升级升等？没有用啦，没有用，你还讨价还价，拿那个匾额去。兄弟啊，我有伫建成教会牧会20年呢，加起来我有40年呢，永远北中人。我们那个是一个尊敬、尊荣、表扬他真的贡献在这个教会。可能你在一个职场，你退休，可能你也得到一个匾额，功在哪里？你在华硕，功在华硕；你在台积电，功在台积电，就表示说你有贡献在这个职场。你在做老师也是一样啊，你在建成国中退休，
你也可能功在建成。那个时候你就表示说你有贡献在这个职场，所以你受表扬，使这些退休的牧者有什么？有尊荣感，被看重。那是一种尊敬，比较你敬重你的职场，你以前贡献的那个单位，这个是非常好。但是你不能拿这个匾额去向上帝讲说，我要升等了，我要升等了，我从经济舱做到商务舱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表示存敬畏的心、尊敬的心。好，那美国的长老会的规定跟我们台湾文化背景不一样。所谓不一样就怎样？就是文化背景不一样。美国人很现实，他注重现实的；台湾人人情味很重。美国长老教会制度，你在宗会，你在那个教会退休，离开那个教会，2年内不能回到那个教会。老实讲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我早上在第一堂讲，我讲说我们的黄牧师、我们的林牧师，假如有一天70岁进程结束了，或者离开我们建成教会了，规定2年内你不能踏进建成教会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不能来你最多只到门口，你不能进来哪里有这种人情味？美国的长老教会有这个规定，2年内你不能回到你本来牧会的教会，这个有原因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他们比较注重现实；第二个，担心影响新任牧师的牧会，我们称为职场伦理。职场的伦理，譬如来讲，你们在教会，你们看到你们教会没有牧师娘，因为2位都是牧师了，所以叫做师长没有牧师娘像我牧师的话，我的太太就称为牧师娘。我们在教会第一个讲，牧师娘，你前任的牧师娘也是牧师娘，现任的牧师也是牧师娘。牧师娘，请问哪一个要回头？2个人都回头，那你是在叫哪一个牧师娘？我们绝对不会讲林牧师娘、郑牧师娘、黄牧师娘，不会这样讲。我们一定叫牧师娘，我逃。所以我女儿在教会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讲妈妈，她叫她什么？叫牧师娘，她会回应；叫妈妈，她不回应。她不讲，她在叫人牧师娘，我太太就回应了。人家会。你乃叫你妈妈叫牧师娘，你叫她妈妈，她不会回头她礼拜堂她叫做牧师娘所以你看，这个叫牧会伦理。牧会伦理就是已经有新的牧者、新的牧师娘，你旧的旧的已经没去人情味好像不是这样，台湾不是这样，台湾很有人情味所以台湾很人情味。来家是客你就是客人你现在是你先退休了，但是你还是牧师，你还是牧师娘。但是你在叫哪一个牧师娘？你在请安哪一个牧者？这个有一个叫做牧会伦理，或是有一些这种我们说在牧会上的一些小插曲，或者说会有一些紧张性，虽然没有硬性规定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没有硬性规定，不能回来，没有。美国长老教会有。我这个属于比较老古板的啦，所以我2015年年底12月退休，2016年到现在2024大概8年，8年我回去以前那个教会没有超过10次，没有超过10次换一句话说，我可能整年度没有回去过1次。你这人足无情的呢！你在那边牧会10几年呢，你连一步都没有踏入在以前那个民权长老教会，不是不回去，我属于过动，
过动的，就是每一个礼拜哪一个叫我去做礼拜，我就会去。像今天早上，很多会友问我说：“你们牧师娘怎么没来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因为去年最后一个主日，他跟我去别的教会，今年是第一个主日，他有1年没有看到孙子。”他差不多了呀，2礼拜而已啊。但是去年是属于2023，今年是2024。他给我讲，我1年没有看到孙子，为什么孙子会在民前教会做礼拜？他说我今天要去民前教会做礼拜。牧师娘反而回去自己的教会做礼拜，很习惯。那我比较会不一样的教会在讲道，会不一样的教会去。我刚才讲。8年的中间，我回到民前的机会很少，很少，不是不回去，我几乎是在不同的教会继续在讲道。我刚才讲，我属于过动，过动就是停不下来，哪一个地方有需要请我去讲道，我就去啊，就是继续传福音，继续去做做牧师的角色。我太太跟我女儿给我讲，你比没有退休还忙，真的？为什么？以前有干事，我只要把奖章写好就交给干事，干事会帮我打字。以前有什么现在不一样，每一个电脑我要自己打，PowerPoint 要自己做。电脑我是一指神功就一只手这样打。常常刚刚在学打电脑的时候好好玩。有时候会打错，按错键，完了，整个电脑跑掉了，黑黑的，就叫我女儿来，叫我1次2次，第三次一定会被骂。你又乱按，我说没有，没有怎么会按？就这样子跑掉，点，以后连讲都不讲，直接问会友以前那个干事，我又跑掉了，他那边给我遥控，牧师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箭头？有，按下去，好。他不会骂我，他也不敢骂我。女儿会骂我，说我不会问他了。你再问他会被骂呢。你又乱按，这不会啊，这就跑掉。特别是这些 PowerPoint 自己做，有时候背景图片不会，怎么办？随便一弄下去，哎呦，全部黑的，全部白的，又在，真的很好玩。但是就这样，牧师你要知道，我又在忙电脑了。所以这种你对月老在吃甲老学甲老，我会制作投影片。虽然你不大受欢迎，回到教会有紧张性，因为大家都是牧师，老一辈的我们的牧会伦理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玩。你回去会有在讲牧师平安。你是要叫现在的牧师，还是叫老牧师？跟老牧师多讲2句话，新的牧师会讲，我都知呢。大家对你较好，这造成紧张关系啦。牧师我跟你讲我怎安怎？新的牧师你要问他是你的牧师啊。现在我已经下台一鞠躬，所以我记得刚退休那1年。还有人打电话给他，不是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替我祷告。我祷告可以，电话中可以，但是我不会去你家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新的牧师是新的牧师的工作所以你会拿得起放得下。你已经退了，退下来你就不要去参加或者参与这些工作，因为不是你的工作了。尊重的心，善待一个教会应该有的牧会伦理，这个很重要。态度的问题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讲牧师了。请问你从这个职场退休，你会回到那个公司里面去指导东、指导西吗？谁管你啊？你谁啊？我老大，我在这个职场35年，你家的事啊，你已经退休了，你走人了。你离开华硕，你再回去，你要他干什么？这个是我以前坐的位置，领导的代志啊，现在已经有新的人在做了。我跟你讲这个事情要这样办谁理你啊？所以职场是这样，
老师也一样啊。老师退休，你再回去那个班上，我以前是这个班的导师，谁理你啊？谁理你啊？所以这种伦理道德、牧会职场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第二点，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我们没有念，但是这里面有讲一句话：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现代的译本有翻译说：纪念、回想、效法。效法他们的信心，想念他们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好，纪念、回想、效法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：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老实讲，这些老师级的、师傅级的，他怎样在职场上，我们在学，我们在看，但是牧会上的伦理一样。存感恩的心，存感恩的心。老实讲，回到建成教会，我有一点好像回娘家，又有一点，我是一种比黄牧师、林牧师是一种长辈。为什么？因为2位牧师都是从我民权教会出身的，所以他们都讲。你是老师，你是师傅。老实讲，我们有一句话讲“青出于蓝”。我们建成的每次你们的脸书上面有一个 slogan， 我都知道。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。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。这个连台北中会都知道了，现在教会都知道了。这句话你们的牧师一抛出来，最后这8个字没有写出来，很怪。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，对啊。这个不是喊假的呢。刚才我们在读新的诫命，刚才我们在念主导文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人家会认出你是我的学生。所以，我们怎样再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在不一样的角色？去年年底，我受你们的邀请去那个马来亚餐厅有那个圣诞聚餐，有没有？12月好像24号忘记了，好像那边，反正那一天呢我没有抽到奖品，所以很尴尬啦。只有我没有抽，那一桌里面的牧师只有我们没有抽到，但是我们还有一盒若礼，说那个你们的那个郑美长老说没有抽到的安慰奖，我拿了3颗若礼，好重哦。那个若礼的这个是安慰奖，所以不管怎样，参加聚餐主要是什么？联谊、圣诞聚餐。听说了，那一天得到奖的最多的是我们社区据点的，社区据点这些来参加社区据点的这些兄弟姐妹，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哦，但是他们有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社区据点。然后请他们来聚餐，得到摩彩，得到奖品。但不管怎样，请问一下，记得替你洗礼的牧师的举手。1个、2个、3个，差不多一半，不错。再经过20年，可能忘记了，因为他已经到天堂去了。忘记他那个牧师的名字，好像一个姓郑的，郑什么郑不知道，反正他名字都记不起来了。给你证婚的牧师是谁？昨天好像郑美的女儿结婚嘛，新郎在这边证婚的是黄牧师要记住50年后谁跟你证婚的不知道忘记了那个黄牧师在哪里也不知道。一世人给你洗礼，给你证婚的牧师。我们做牧师的常常现在像我这样退休到每一个教会去讲道，我最怕结束以后在请安问安的时候，牧师你认识我吗？我就要学柯 P 说要抓一个头脑，抓头发，真的想不出来。第一个戴口罩。戴帽子，只剩下2颗眼睛跑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挖沟啊？
不知道，不认识你。然后口罩拿下来，帽子又拿下来，还是不认识，想不起来。真的，你是谁呀？他知道我，牧师平安。请问，我是30年前，哇，30年前，你担任我们教会小会议长的时候给我洗礼的，哇，我早就忘记了，他记得。所以有一天，你真的，黄牧师，你不认识我，我是你证婚的，哎，他会很窝心，很暖心。为什么？还记得这位牧师？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讲完到一个会友过来，牧师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你真的不认识？真的不认识。48年，他讲这样，我说小港教会哦，你这名字叫做什么？我把他的名字全部叫出来，你叫做子爱啊，你叫做子瑜哦，哎，把名字念出来，姓也念出来，他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给我讲48年小港，我马上想起来，48年是我刚刚做传道师，被派到高雄县小港乡，现在是高雄市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高雄市，现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雄县的，没有高雄县，现在没有高雄县，现在是大高雄市。那个时候是高雄县小港乡。48年前，我被派到那个教会，当地的青年在嘉义义族长老教会的青年，10大建设，好久以前了。10大建设，那个时候他年轻，在10大建设在小港的地方上班。当初连结婚都没有年轻人嘛，来小港教会聚会。牧师，你认识我？真的不认识。但是他讲48年在小港，我把名字记起来了，我把它念出来，然后他转头看圣歌队，这个是我太太，这个是我女儿，我真的傻住了。48年前你连结婚都没有，我怎么知道你太太是谁？你女儿是谁啊？我说是，我真的，这根本就不认识嘛。但是看到他成长，在教会，太太、女儿都继续在侍奉，所以非常感动。你至今你有存感恩的心，他有想到你是48年前在小港教会我认识的传道者。很窝心，所以对这种，他仍然记住。同样，牧者在一间教会奉献他的一生，一旦退休，能不能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感恩之心，或是成为伤心之地？老实讲，这个是我们最怕的。有的牧师一退休了，离开那个教会，我们在对话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。从此不踏入这个教会，完了，感情破裂了，我就绝对不会去踏入这间教会，伤心之地。你为什么给一个牧者牧会，不管几年，离开这个教会变成伤心之地？应该不是吧？美国长老教会是规定说退休2年内不能回去，但是台湾的文化不会啊，台湾的文化很温情、很人情化，会关心，所以不要给它变成一个许多退休的牧者的共同心声。台湾话有一句话：人在情在，人不在情不在。你不要给它变成说我在这里有情了，我一离开没情了，不可能。我们台湾人应该很贴心，会善待每一个这些在我们生活过的这些牧者。好，第3点的就是，你不管怎样，你要给牧者，包括现在在牧会的牧者，没有挂虑，退休的人也不要再给他伤心了啦。所以在他们教的时候，刚才我们17节、18节讲，他们在交账的时候，他们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要快乐，不是忧愁。不要给他们去交账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喂，你在牧会的时候，曾经有怎样？哎呦，说到那一间教会我就伤心了，
说到那一件叫我就烦恼一堆啦。当初教会分派啦、打架啦，怎样哇？你看，不是忧愁。当一位牧者心里得到安慰、欣慰的时候，看见他牧会过的信徒身心灵健康，在教会热心服侍，荣神益人。我们有一句话：亲出于难，更胜于难。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了。约翰3书2节到4节。老实讲，我看到黄牧师跟林牧师在你们这里牧会，你们这样在善待现在的牧者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了。因为看到这些牧者被尊敬，看到他们青出于蓝，所以给牧者没有挂虑。还有，如何让退休的牧者没有一样挂虑呢？不要让退休的牧者继续为信徒忧虑了，他们已经结束了啦，给他们好好的过他们的一生。还有剩下的日子，总会定12月第3个主日，真的有意义。在每年的圣诞节的前后，你在欢度圣诞的时候，没有忘记这些老牧者，在准备迎接迈向新的一年，最好的礼物，不管你是去年12月31号本来要来这里讲到的，或者变成1月7号，也是一样。你过完圣诞，迎接新年，第一个你在关心这些老牧者。结论来讲，想一想，你曾经给这些牧者，特别现在还活着，你有打过一通电话吗？你有寄一张卡片给他们吗？你有 LINE 给他们？你可能会给我讲，哎呦，那一辈的牧师连手机都不会用了，那连 LINE 都不会看，连读都不读了。不管怎样，打个电话可以吧？年轻人现在要打室内电话，可能你还不会，因为室内电话几号还要想一下。手机好方便，赖过来赖过去，前在美国、在加拿大都马上就看得到啊！我打电话变成国际电话了，所以至少关心一下吧。还有，老实讲，你现在要寄一张卡片，贴多少钱的邮票你还不知道，印刷品贴多少钱，平信贴多少钱你不会，还要去文具店买一个卡片麻烦了，赖过来赖过去就好了。你看，你怎样去关怀这些老牧者、老牧师，曾经跟你一起生活过的，打一通电话、一张卡片、一个问候，可能是一个。那个是去年12月31号说，今年最后一天。那今年给他改成说，今年第1个主日，特别温馨，不是吗？你假如真的开始行动，给这些曾经跟你一起成长的老牧者一些关心关怀，这个是退休关怀主日它特别的意义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。特别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特别关心总会所定的这个主日，退休关怀主日，这些老牧者曾经在你的教会职场奉献一生，我们关心他们，我们关怀他们，我们敬重他们的忠诚。今天我们通过礼拜有反省。我们也敬拜，一切荣耀归于你，也继续带领我们前面新的一年的脚步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放下自己。来到你左前，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，在你爱里，颠覆你为我重新的生命，与自己分离，与我更靠近，相遇基督里，我把自
己全心交给你，全心交给你，献上这心灵，诚实敬拜，在你同在里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，在你脚前哭泣，跟随你心意，我愿意。天父，你同在，使我灵安息，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，倾听你声音。耶稣的亲自带领我生命，每个决定，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。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，全心交给你，献上这心灵，诚实敬拜，在你同在里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，在你脚前哭泣，跟随你心意，我愿意。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，全心交给你，献上这心灵，诚实敬拜，在你同在里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，在你脚前哭泣，跟随你心意，我愿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帮助，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同心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，带着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嘿，嘿，嘿。嘿，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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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可以彼此交谊。